Hello， 欢迎来到铁丝看电影频道，我是铁丝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产品是 KTV。你跟铁丝一样喜欢 K 歌吗 ？Hello， 我是铁丝。我们用 KKPay 的点歌机来唱歌哦。反正我们的照片，想念若隐若现。去年的冬天，我们笑得很甜。你是喜欢在 KTV 跟大家一起唱歌，还是喜欢在家里自己 K 歌呢？喜欢 K 歌的朋友们恨不得把 KTV 搬回家，每天练歌吧。铁丝自己也是很爱 K 歌的朋友，一直苦于家里的 K 歌设备就是没有 KTV 好。其中差异最大的点就是 KTV 唱歌的画面啊，就是明星、帅哥、美女，家里的伴唱机就是风景画，还有 MIDI 音乐。那整体的画面跟声音唱起来感受真的是有够差的。铁丝感谢科技的演进，现在家里的设备已经比 KTV 好太多喽。大树下的你，红色围巾，手心里碰的雨，哭了笑了，除了你还是你。新世代的点歌机比 KTV 还要新的歌单，甚至连 KTV 都没有的歌单。同样一首歌，有男版的，也会有女版的。一张照片半句再见尘封的经验，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。残缺的诗篇，遗忘的誓言，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。男生也可以唱女生的歌哦。再见尘封的纪念，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。残缺的诗篇，遗忘的誓言，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？强大的自由性跟自主性才叫新世代的点歌机。所以这次铁丝决定把 KTV 搬回家。铁丝自己分析，在家里唱歌要有 KTV 同样的效果，最少要有1点歌机、综合扩大机，还有 K 歌用的喇叭。喇叭扩大机除了要供电给喇叭外，还要控制喇叭的音量、回音、低音等，调整旋钮。麦克风扩大机主要是调整麦克风音量，让铁丝轻轻唱就有很大的人声，就不用像 KTV 唱歌都需要大声用喊的那么费力。主要麦克风扩大机还可以调整人声回音、清晰度、声音厚实度，把自己的声音调整得更像合唱的天籁般好听。喇叭除了美观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把音乐及人声各自完美呈现出来，两者结合为一，又更好听了。这台 KKPay 是新时代的点歌机，讲求整体美观，放在客厅要好看，所以外观设计很重要。第一点，要跟 KTV 一样的点歌荧幕，才会有 KTV 的 feel。这一台蕴含了所有点歌功能，还有歌单，功能太多了，等等铁丝慢慢示范。那因为这台点歌机是串流机种，所以它不需要像以前有些点歌机，它需要比较大的硬碟，这一台不用，因为它是属于串流机种，就是你直接点歌，它就直接线上就直接有音乐了。点歌方式有这边会有新歌、热门歌曲、歌星快聘，比如说我们要找周杰伦，周杰伦取注音的第一个，这就是周杰伦所有的歌曲。好，那找音乐的话，就是按歌曲快拼，比如说我们要选如果可以，果可以，如果可以咯。我们要韦礼安的就点韦礼安的，这边按加它就会点播，按箭头就会插播，这样就点播完成咯。你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，若像1万年的约定，
大树下的你，红色围巾，手心里捧的雨，哭了笑了，除了你还是你。下面这些按键比较少在用，比较会按到的就可能是你唱着唱就过来按暂停吧，接电话按暂停，或者是想要再重唱一次就按重唱。音效一些鼓掌也比较少在用。如果说你想要跟着唱，或者是歌不熟的话，需要原唱导唱的话，就按原唱这边。这个是切歌，这边是看点的歌曲。我觉得大概这几个功能。点歌的话，铁丝比较建议用手机，就是用手机点歌。手机点歌也很简单，就用扫码。然后这边不是有 QR code 吗？这个 QR code 就直接这样扫一下。铁丝比较喜欢用手机点歌，因为你不用一直跑来机器前面去输入。铁丝现在来示范如何用手机来扫码，用手机来点歌。它一样是云端的，所以我们用扫码，在这边就会有扫码的，好，扫到了，它会自己开启网站。铁丝先来教学一下哦，中间下面左边点歌，中间是遥控，右边是我的。先到我的这边来创立自己的账号。铁丝因为已经有账号了，所以直接登录就可以了。好。登录之后，那铁丝先教功能哦。左下角的是点歌，中间是遥控，右边是我的。来一一教学。点歌的话就是按麦克风点歌，上面的框框去用搜寻，也可以选中间这个排行这边点排行。这边就有类似钱柜的排行榜。找到歌曲，比如说告白气球，你点星星，它就会加注收藏，按加就马上点歌，按三角形是插播。好，也可以在这边搜寻，上面这边搜寻，比如说如果可以，好，搜寻歌手没有就用歌曲搜寻，也是一样，按加它就直接点播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到遥控，遥控这个也很好用，你就不用去频繁的往返点歌继续按操作，就可以用手机这么去遥控。通常我们会遥控音量啦，或者是升降 key 呀，左边是原唱跟伴唱。还有播放及暂停，右边蓝色那个是重唱，最后就是切歌，这都是比较常在用的功能。最后是来到我的这边，的话，我们已点歌就是我们今天唱的歌曲，已唱这边就是已经唱过的，所以铁丝有建立好自己的歌单，只要唱歌的话，就是来这边按加或按三角形，就不用另外去找歌单了，很方便。KKPad 的线上串流这个云台啊，就是这个线上软体这样点播，铁丝觉得超级方便的，而且你的歌单是存在云端，任何手机只要连到这个网址，连到这个云端就可以登入自己的账号，就可以找到这歌单，很方便。好，介绍到这边哦。